以5000个黄色啤酒篮作为展场拼接的工具，寓意教育就像乐高积木般，需要一块块堆叠。距离2030年 SDGs 永续发展目标来到关键的终点。台南企业文化艺术基金会透过18个永续设计培力行动，呈现教育大展。透过教育然后回应了关乎这个不只是台南甚至于台湾，甚至于这个地球的未来的 SDGs 等等这些核心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些社会伙伴的串联，在2024年这一年台南400，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，我们也对于这座城市的未来，我们也能够提出一些愿景，乃至于是实践的可能。我们特别设了一个跟成大永续创新社合作的告别前任，那他以台南400年的波浪设计了5个环境议题，那透过告别一个不好的时代，迎来一个新的时代，有一些很有趣的，包含这个免费商店，这个废物的废，以共创方式引导大学生带领小学生，展现70位培力小男人半年来的创新成果。借由实艺、创意、社艺分组，以各种角度实践永续教育。另外，更连结企业、学校，建构完整的教育系统。100种碳生活，就说原本是农林渔业的废弃物，那经过我们热链结这个技术的改造，我们把它创造出它额外的附加价值，在都市里面创造一座一座的小森林，然后帮助我们整个都市做一个改变、永续的转型。为了加速文化内容与永续实践的共融创新，同时也规划不同主题与 TED 台南永续学堂等活动，广邀民众体验认识永续的重要性。记者说，台南报道。